中国不时来乱食咱豆腐。根据法国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，讲中国是起步坑破坏印太安全。报告嘛讲到反对中国改变台海情势，若咱台湾的防卫能力嘛是国际焦点。有美国情报员就认为，咱台湾扩展无人机的战略，让中国唔敢凊彩拍台湾。 无人机伫暗暝参加演习，成作今年汉光的特点之一。无人机是现代战争袂使欠缺的角色。美国正自中国大使伯恩斯伫美国年度阿斯本安全论坛中指出，台湾扩大无人机战略，会让中国伫反台前有所顾虑。 And it's good to see that Taiwan needs to do two things in the last year: acquire and begin to produce drones at a massive scale, and to achieve attack weapons as well. That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for the Chinese Navy. 中国无放弃武力反台，法国18发布更新版印太战略报告，关心中国伫台海行为破坏印太安全。事件若是台海发生高强度冲突，会冲击全球经济。国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，纳入战略内容。 充分彰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及共同利益。包括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等19国参与的核心军岛联合军演，英国国防大臣施里表态，英国对印太区域的承诺真坚定。专家分析，英国、法国等欧洲国家愈来愈关心印太局势，对台湾是好代志，也希望有实际行动。如果只有相关的呼口号，你不如后续有一些实质的意义与各国之间的演练。 啊，不管是实际的作战任务，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征收、包含救援等等的一个演练。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呼吁汉光演习应该走向双边演习，纳入美军人员进行整合训练。就有评认为，北京的态度也是关键。不过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休斯顿伫日经亚洲专访，虽然拒绝回答中国反台的假设性问题，不过嘛提醒印太国家甲中国直接爱谨慎负责。记者采访报道。